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yan，歡迎嚟到我爆卡頻道啊！今集同大家開一開呢一個呢，就係年尾彈嘅日版 PTCG M2A 啊，咁就事不宜遲，或者開箱。OK， 咁今集呢就 total 開2盒嘅，咁就金彈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呢，佢有一個新嘅 rare 就叫做 MA。係啦，咁就代表 Mega 嘅意思。咁就一盒入邊咧就又會有1包嘅。咁就 SAR 方面咧都係爆配先會出嘅，又係睇運氣啦咁樣嘅。咁就睇下抽中邊一張嘅 MA 啦，同埋金彈好似睇翻個情報，竟然係有機會出到錯版啊！睇下抽唔抽得中錯版先。錯版嘅 MA， 好，咁你普通特別閃呢個水屬性 ，OK EX， 錯版 MA 啊，竟然估唔到啊！睇下一盒入邊會有1張，睇下抽唔抽得中啦。第一張嘅 AR 係啦，竹蘭嘅花岩怪。竹岩嘅花岩怪，金彈呢啲特別閃我就自己覺得冇乜特別，係呢種又係另外一種嘅，反而最特別係 MA 嗰種咯，叫做呢種風格幾靚嘅，我自己覺得幾靚嘅，係啦。好，第二張嘅 AR， 第二張 ，OK， 好，新嘅支援者啊，金彈嘅，會唔會爆配中到 SAR 先？冇啊！依家頭呢一批嘅盒咧，唔係好想博 SAR， 反而想博錯版。倉響係一啲叫做再收錄嘅卡啦，迷 Q 係，哇係咪啊？SAR 梗鬼，好啲！瞬間抽咗最貴嘅嗰張。嗱，如果唔計錯版嚟講咧，理論上咧金彈嚟講呢一張係最貴嘅。理論上啊，哇個品質都唔差係嘛？有少少64，但又未至於話太誇張。哇！好誇張喎！突然之間，哇！好耐未試過咁好運喎，竟然抽中梗鬼 SAR， 黐線咩事？嗱，呢張裂空座 ，OK， 哇！即係可以快脆脆喎，睇嚟可以。哦，呢一張咧就係金彈嘅 MA 版本嘅卡啦。咁聽聞就話會有錯版嘅，咁啊錯喺邊咧？就係話睇翻個資訊就係話個名啊，就會有個叫做中文姓名嘅陰影咁樣嘅，但係睇翻就應該冇噶啦。呢張係正常嘅，應該係啦。但 anyway 啦，就係呢一張咧，就係金彈嘅呢一種系列嘅 MA 咯，係啦。OK， 路卡尼歐 MA， 哦，仲有3包，哇，有啲癲今次。OK，SR 嘅道具。即係同樣一樣啦，又係會有1張嘅道具卡等等嘅。
OK， 咦 R 團嘅三頭地鼠 ，OK， R 團嘅三地鼠，佢金彈嘅即係叫做一啲叫做呢啲特別閃又好似係好多種，睇落 OK， 哇係中埋傻鴨添啊！哇呢盒掂喎，真係哇中埋傻鴨添啊！哇係 OK， 咁我哋就去到片尾先再總結一次先，我哋再開埋第二盒。OK， 咁我哋係散盒嚟講第二盒啦，咁基本上都零壓力啦，基本上零壓力，落托冇，係只不過睇下個 MA 嗰方面係中邊一張嘅啫，係啦，我自己係想中噴火龍嘅 ，OK， 哇係咁快中 MA， 睇下係唔係錯版先，應該就唔係㗎啦，睇落。係啦，咁易咩嗬？應該唔難，應該唔易中嘅咧。OK， 應該係正正常常嘅。OK， 咁就中咗一張嘅 MA 卡啦。好，呢個就 AR。OK。哇！真係有啲癲啊！迷二 Q 呢張幾靚，迷二 Q 嗰張熊貓，佢特別閃嘅種類都好似好多咋，一盒入邊。好，第二張嘅 AR 太強啦！啱先嗰盒真係，啱先嗰盒太強，梗鬼 SAR 做埋傻鴨。好 SR 道具 ，OK。跟住最後3包，好，莉莉嗌皮皮，再收6嘅，最後2包，睇下邊張嘅，唔係喎，中咗保底嘅咯喎 ，MA 已經係保底嘅喎，但係只不過睇下中唔中 SAR 嘅啫喎，好 AR。OK， 係喎 ，MA 係保底嚟㗎嚇 ，MA 係保底，其實基本上係中咗保底㗎啦，因為金彈嘅保底咧係道具加 MA， 但係只不過依家搏下睇下中唔中到呢個 SAR， 應該就冇㗎啦。OK， 好就冇啦，我哋就總結一次先。OK， 咁我哋總結下一次先。咁 total 一共就開咗2盒嘅。咁配率方面嘅話咧，呢一種全部一樣嘅啦。咁就 RR 方面咧，1、2、3都係有9張嘅，4、5、6、7、8、9 9張嘅。咁呢種叫做特別閃啦，我稱呼為叫做就有6張嘅。係啦，哇，好多種類啊，完全係啦，6張嘅，係啦。跟住咧就 AR 方面同樣不變啦，有3張嘅，1張、2張、3張。跟住就保底方面咧，金彈咧就係 SR 嘅道具，
再加埋 MA 嘅，即係呢一種封面，呢一種係保底嚟嘅，係啦，咁就成盒嚟講理論上就係咁多，主要嘅係。咁第二盒方面咧，同樣嘅冇分別，都係倍率一樣嘅，呢啲就跟住呢一種特別閃又係6張。哇！竟然中咗傻鴨 AR， 係啦。咁同樣都係 SR 道具，再加埋一張嘅 MA 卡啦，等等。咁呢盒嘅話咧，就有少少今次係抽中咗呢個 SAR 嘅爆配緊鬼，係啦，估唔到，係啦。OK， 咁今日嘅M2A 嘅開箱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我條片嘅話咧，不妨訂閱同讚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